拜四，全台湾平地上界嘅温度出现伫咧新北嘅富贵角石顶啊，只有16度7尔。不过这上悬时间是还未到哦。气象署表示讲，后礼拜东北季风变强了后，17无排除出现一阵冷气团，北部地区上界温来到14度，中南部恐惊只有16度尔。台北市过车红灯的民众，每一人身上拢有挂套、喙罨、雨伞这3种基本的装备，规身躯是包条条。拜四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北部、东半部温度伫19度至23度，中南部地区早暗温差差要10度，高温伫25度至29度，低温伫19度至22度。不过上悬时间还未到，气象署表示，后礼拜一有一波的冷气团落来，北部上低温敢若剩14度，中南部地区嘛敢若16度。低温如果是以北部来说的话，大概会是介在14、15度左右。那如果是在中南部地区的话，大概会高一些，大概16度左右。除了天气冷叽叽，互人感觉真爱困。北部宜兰地区连续落规礼拜的雨，嘛互人感觉真压榨。气象署表示，北部宜兰地区会落到拜6，礼拜2啦，东北季风减弱，全台会出现难得的好天。不过27开始，阁要出现规礼拜落袂停的雨。那到了27号呢？因为整体上来说，可能会有一些华南的水汽移入，所以整体上是下周这一个降雨范围最广的一天哦。就除了在北部东半部之外呢，在中南部山区，预估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雨势。气象署表示，拜四全台平地上低温伫咧新北的富贵角甲石顶，敢若16度7。气象署嘛提醒民众准备要迎接后礼拜全台冷叽叽的天气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